遵命，老婆大人，老公不客氣量，冇咗我哋靚湯嘅承諾，以後我係鬼你踢踢捉住，包攬晒所有家務。好啦好啦，你做皇上想要靜主仲乖乖勤，唔好再大鑊。多謝老婆，以後我對你踩油追追，你想點就點，絕對以你為尊。拖地無影寶，個人話咁易，拋妻回雨抽射，門戰無理夫，兩衣弓彈跳，頂球彈得起，揀蘿蔔抹手，守門必殺技技，連一節透露，大家好好練習，慢慢領會有靈。今日繼續訓練。拖地無警報，個人咁易，拋妻為主抽射服，兩衣高空彈跳，頂球彈得起，緊蘿蔔抹手，守門必殺技，大家要有耐性，慢慢領有靈。未到最後一秒，永遠唔好認輸。呢啲係我20世細路老公專程做嘅韓式，大家試試。過多，兩聲樂隊，仲俾下面啦！足球 baby 唔係輸，係輸俾黑幕。公正從兩雙俾下面啦！足球唔係扮表演。韓國3大美隊 KBS MUC 隊比賽錯判打平情景，拳賽方往後回雙泥冠嘅對黑哨錯判名票。哇！有關早籌，乜點解都得？呢個雙泥隊逆時操控規則。哇！有冇搞錯？咁都得？你估飲早餐咩？是但亂咁點？咁嘅比賽到底班買票入場會捉到你班買票入場觀眾，一退錢啦喂！退啦喂！唔使唔開心，一場配影響唔到我哋嘅計劃佈置，大家今日玩得開心啲。以前都怪我態度太得罪大家，多謝大家唔放棄我。知錯能改，善莫大焉。一家人最緊要齊齊整整，一家人最緊要整整。